菜仔，始終都係賣菜仔。凡夫走卒，點有狐家之門？是人眼千之夢犀利，天離雖闊不容問非，心頭泛起多少恨事。夢境是夢中笑似，文章眼熟不妙記。誰知黃中天廢字，不交其氣，任不下字，開百萬餘，都嘆紅顏作戲。問世無人事，到處不投機。神旦看豬頭，為愛欺行是楊之雲中壓騰。無計，論文罪揚屋傾意中埋義氣，何如知之為利，讓參前投北京上，希望巴士獨他個腰前萬貫家用屋肥。誰敢知之以備，盡刀斧手低微，俯首低微，這聲人的風蘇正牢騷將你飲水啦！阿媽，以後我唔讀書啦，我要出省打工做生意。我唔讀書令阿媽你受苦，我要賺錢養你啊！笨嘴，不令讀書啊，你胡說！勁啊上實屬不智，你學業有成。為良辛苦也樂意，近日你生煩惱，皆因受不了眼前欺
你放寬胸懷，更加堅志氣，堅志氣，莫貪一時之利。遵從良親訓示。阿媽，我知錯啦。知錯就好讀書啦嚇。哦。阿媽，你擔水啊？係啊係啊。等我嚟啦。我得啦。等我嚟啦。你唞下啦嚇。真係難為佢咯。阿秀迅速行事，今當月下路人啊！為巢鄰家四郎探問啊！劉相公，我揾到你啦！乜係你啊？係啊！誒，劉相公，劉相公。你行開啦！我嚟緊做事啊嘛！相公，你等等啊！相公，哎呀，咁寫晒㗎啦你！唉，相公，相公，文罪，發生咩事啊嚇？我啊閉門推出窗前雨啊！咩閉門推出窗前雨啊？我啊憎死胡家嘅人誒，文罪淡水咧嚇？喺門口。喺大嬸，俾翻淡水你我啦就係相公嘅娘親啊！嚇。係。你咁大年紀仲要擔水啊？等我同你擔啦！唔使啦，姑娘，俾翻淡水我啦嚇。得啦！姑娘啊，呢邊至係啊。姑娘，你係？我係吳家嘅下人，我叫阿嫂。琴日嫌我招女婿，小姐一時任性，得罪咗倫相公啊！大嬸啊！如今命我登門道歉，小姐出自真心。咁又唔使道歉，我哋窮人該修剪，古語都有過云，弄到十母不和，求生不那近，世人多近視，誰不見千親？咁多嘅書嘅，姑娘啊，書姑娘嘅。姑娘，唔好鬥文罪啲書啊！文罪啊，最唔中意人哋鬥佢啲書㗎啦。大嬸啊，估唔到你屋企有咁多嘅書啊！我個仔啊，自細就中意讀書㗎啦。怪唔知得有咁好嘅文采。佢得咁啲嘅文才，真係來之不易呀！佢4歲南背詩詞，三詩名萬馬。可惜無前相可，自小家貧，忍埋
日日餐後咬菜根啊，而是賣菜為生，仍是不忘發運打。再入被小姐一牙擊，激到讀書都冇精神啊！你講多啦，我哋義不受哀憐，人窮心振奮。鄰舍都有禮，唔使客氣。鄰舍小姐過後自知堂達，望勞陪醉，禮重斯文啊！姑娘如此大禮，為你家小姐陪醉，豈不能小心接福啊？姑娘，你一番嘅好意，我哋人心領咯。大嬸，唔係我一番好意，係我哋小姐一番好意啊！小姐不是人，三字頭切開問神，都是公子大禮，合有姻緣之分。我家陪水，你無謂開玩笑，分明氣小生，自叫家空物證，他唔想貴本千金，你啊都係扯把啦，姑娘啊，你都係扯啦！公子清晰自然，還情大浪漫。小姐提定首詩，送與樂曲妙神。公子清看嗎？多情卻似總無情，為國尊前笑不成，蠟燭有心還惜別，替人垂淚到天明。論公子文罪賜教，姑娘啊，你家小姐真係咁多情？係啊，我家小姐佢知錯啦，佢好內疚喎，內疚到成晚都瞓唔着，所以逝淚到天明咯。係真嘅，真㗎？冇呃人。冇呃人。詩確寫得好，千載心如恨，可惜非小姐作品，做詩嘅係個男人。望送回令小姐，偷笑慘思自焚。嗱，拎返去啦。成功啊！點解你話呢首詩唔係我家小姐寫嘅呢？姑娘啊，頭先文俊同我講呢一首啊係唐詩，係唐自松才子杜牧嘅詩啊。我家小姐知唐詩表情意，係好聰明㗎。一來怕醜，面直抒情感啊嘛；二來藏住面見笑才能。照你咁講，你家小姐傳詩許嫁係真噶咯噃？真㗎？佢唔係話販夫走卒添咗胡家之門嘅咩？佢仲話貧賤之人就永遠貧賤，又點會迫不及待上門求親啊？係改變主意噃。想你家小姐富貴驕人，突然改變初衷，令人實在難於置信啊！如今我都懷疑你啦。懷疑我乜嘢？你講，你今日上門求親，受了誰人差遣？受了人多少好處？你呀，重拾招來，講啊嘛，講，快講！成
係咁大聲大氣先得㗎。姑娘啊，你唔好難過。你話係受人差遣，咁嗰個人係邊個啊？嚇！大嬸，實不相瞞，係我家胡老爺，仲令我送上金釵作為定親嘅信物嘛。成功記住。你家小姐不肯，我也不允。胡老爺一廂情願，你就替佢嚟説親啊！我來説親，都係為相公你着想㗎。乜你為我個仔着想啊？嚇，姑娘！大嬸啊，相公上街買菜，皆因家境清貧孤家苦有錢財，大可周定是真理高火，便為心計分身他日上京問切，定必知錯成虧心未得佳禮，又可快無青雲一舉落得平，還情參詳是姑娘一席話，打動老他為率富廉財，原不同斯人啊！自古媒人多大話，哪有幾句真啊？為是這姑娘態度還誠懇啊！看他無恥都咁多，定親自有可能不應錯怪姑娘。等我濃情低韻。姑娘仔啊，咁抄呢一首唐詩又係邊個人嘅主意呢？明人不做暗事，相公息怒，實係我嘅主意。哦，咁樣講嚟，你都讀書識字㗎噃？識一啲啦，邊有相公你咁博學多才啊？博學多才有咩用啊？又咪兩袖清風。咁我識字又有何用啊？還不是終日為披為勞？如此説來，你我都算是同病相憐啦。啊！姑娘，你有咩苦衷就唔怕同我哋講啦嚇？係咯，因何淪為勞僕？莫非遭逢不幸？既蒙相公垂問，我且把身世悉尋。
長大水。原似紅人天不那份，紅字摧殘，世上幾多人姑娘啊！窮人不會永遠窮，否極泰來能轉運啊！感謝上公嘅大阿秀立志為人。雖則處境坎坷，不忘先師教訓。老師話堯舜之信係個百姓平民，因朝宰相賦予係泥水老丈人，大臣交嚟都是魚販出身，所以最緊要嘅唔在於出身，而在於勤修。此毒技，也用此學人。哎呀！姑娘不同茅族，慧眼識人啊！小心他日有成，定當不忘原人。誰愛阿秀命感樹蔭啊！哎呀，阿秀，你咁樣係做乜嘢？快快起來，快快起來！哎呀，阿秀，你果真秀氣非凡啊！
可以揾到好似阿秀咁嘅姑娘，哎呀，咁我啊就心意滿足咯。大嬸，你唔好笑我哎呀，大嬸啊，係講真㗎。文醉，你話呢？哦，阿媽滿意嘅，我都滿意啊！姑娘，阿媽，不如哎呀，咁就捉媒人上橋冇咯。錯啦，捉媒人上橋。捉媒人上橋，咁上橋做乜嘢？上橋者，家人之位啊！家人嫁俾邊個啊？哎呀，咪嫁俾佢咯。係我，哎呀，我唔配，窮配窮，正合配。千兩金，萬兩銀，唔似揾我擔挑人，擔挑得你來擔住，我就大方元寶謝天神，謝天神。阿媽，你又開心得太早啦，人哋都未應承嚟，問下佢。哎呀，你去問下。係啊，去啦。咁我直接問佢咯。喂，媒人，咁你意思點啫？我嚇，意思點喎？我唔知，我唔知。係啦媽，佢話佢唔知喎。哦，點解我唔怕？喂，媒人，咁點啊？我
飲啦。唔使急，唔使急，大把。飲完啦嗬？咁梅人，你意思點啫？我知啦，一定係嫌我哋家窮。哦，一定因為我係個賣菜仔，驚人哋啊笑你係個賣菜婆。一定係等我高中狀元之後，再來做我狀元夫人。容易啦，就話豪殺話今年訂婚不吉利，待等金榜題名時再談花燭事。哎呀，答得好，追！哎呀，哎呀！